今朝是礼拜日，沈世军因此真正阿武大五妈的邀请到屋里向去吃饭。那么为的啥呢？真正的家家购买路要围住来着。因为头头若若听真正讲子不说故事，因为生活所迫，变得吊住泼辣。今朝要排排队，不距离对自家第一印象呐喊。因为从你嘴里向得出一声闲话了，实际关于到自家也能够成功各家女婿的大事。所以现在到真正两家头登了乱门口，就让看汽车开进巷河里。哎，露露娘家不大走来，为啥么？一马子红街路太新房子，虽然环境还房子大，但是呢进去非常不方便。你呀，身体一直不好。有辰光为吐血，咋怕走来子屋里向人晓得也为你担心，所以不走来。前两年阿婆来这打电话，说真正有只男朋友在，半夜叫我走来看看，搭搭马，相相亲。可是非来不可，为啥么？真正啊是你最欢喜的妹妹，所以露露今朝特为走来看真正的男朋友。现在车子上向下来。石大开到老阿大门口一口门，屋里向人在等下了海玩。哦哟，像起啥个毛病？阿婆妈，我回来了。呼了涛涛开心。露露啊，阿婆，回出来咋？哎，哦哟，人家睡得嘞，身体哪哈家？身体是一塌糊涂，但是绝技不能讲。阿婆，我身体蛮好呀，那。人手嘛，这旗袍好看呀！对，你露露随便穿啥个，侪漂亮，侪标致个呀。妈，那在你门口做啥啦？我又不是啥个总统了。哎，真正一口阿家走着，姐姐自从结婚过后呀，给到不大回州来。今朝出门盯盯眼睛，要看看我个男朋友。我打世军这也成功一对。盯盯眼睛，家哥哥一回通过了，所以不啥个问题子。现在么眼睛过来，姐姐，珍珍，你回来啦？哎，我老想侬的呀，我还老想哪个？哎，一看么，珍珍边浪向立还有年纪轻的小伙子，大概算是你个男朋友吧。哎哟，马相得不错的，看上去啊，珍珍那蛮有眼光的。珍珍，各位是啊。伊叫沈世军，阿拉一般厂里个啊。世军，看你眼瞪瞪的，眼睛拉拉的个意思啊。世军，各位是姐姐。沈世军现在脑子里向的念头像风车这样的老走，因为已经听真正讲，以前家购买路，可是想上去一定温柔大方、端庄漂亮，不晓得现在一看。只看见你浓妆艳抹，虽然衣着华丽，但是掩盖不脱身浪向一个风热的味道，所以眼睛上一眼。现在觉着真正的让偷自家们已经打上来。姐姐，露露好等聪明，男主少个年头，绝技大不过露露个双眼睛。听你的讲我阿姐要之前，眼光当中闪过一丝惊讶。为啥？觉着我不真正好看，觉着我曾经做过妇女，所以你看我不起。觉着我把你想象当中的不一样，还是觉着我懒。嚯，脑子里向一连串的念头。其实你讲我阿姐很有可能是将来自家的妹夫，我呢应当对你客客气气。但是正因为露露觉着你可怜不起，所以脾气上来着。对你妈妈，你让我心里不适意呀，我还要让你不适意啊！原来是真正的同事沈先生，不要客气，李相亲。啥名字？哎呀，我喊你叫你喊我沈先生，而且是真正的同事，不光是男朋友。哎呀，第一周班队是不欢喜我啊！那么为此要成功，各家的女婿，这还硬硬对比。
谢谢姐姐。沈先生，叫姐姐好像会找到你啊，请侬叫我顾小姐，吃完忙正课堂赶去。哎呀，那么无情，可是看上去我刚走，啥几天看见我第一周，谁不欢喜我？而且第一周排队，谁是一记扪心球队，做个啥，手足无措。姐姐他冷说冰霜，下衣服当然家我该称后不计后去生差错，谁所口然恰后斗，莫非是以我是君否自知离你身家能力否？莫非是看我是君否帅气，乃配真正朱砂否？莫非是不是上海谁有家南京马外斗婴儿不牛几岁我对真正否义地居天然都爱好娘让自己的战楼真奈我不如意是难表达，恰是失望不敌我，心如去马击杀我，轻轻扎日了真正的虚真正为防相柔之意我老实的龙家子看大家往上看堂给里向进去嘛要紧这我真正一步偷日我龙盖嘎子好啥的帮帮我们忙的真正心里想非常不快活，想不到姐姐对世君这样浪的阿武计划精明了现在一看大家龙盖嘎子个气氛啦来得个紧张要要紧紧过来我都正还个凌日忙着台子拉下扒一扒
露露啊，阿婆，你都会出来的。是。那，当你多种的零食，侪是你欢喜吃的呀。那鱼皮花生，位于菜市场的八大杨梅机制神秘，位于老大厂的水果蛋糕。来，多吃点啊！洗澡水，让你水拉下，啪啪引入。阿东，露露哪位不懂？刚才我对世君外头真正不开心着，非是说我阿婆会画领子给我的呀。现在对回过来对盛世君一看嘛，面孔尴尬，而真正呢，来这个白玉亭，嘴巴切了海，眼光当中那个冒油我。谁拉这个一刹那，突然觉着来了自家白玉亭。一猜起家意是办事体的三姑娘不见脱了，眼睛们里真是一位死来与自家之间的大姑娘了。再对立到两高头一看，这两个人，不谁是当初我的母亲吗？我的一生已经坏了，但是真正一定要得到幸福。而这个盛世君，谁是你牛意为之付出一切深爱的人？想到给他们，露露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着，所以面孔上向依柔一些。真真，哎呀，侬不要爱呀，快点过来，那鱼皮花生们侬也欢喜的呀。世君，趁机开会，那水果蛋糕还不错啊，一道吃。听台上世君吃口。哎呀，这叫欢喜乐观，所以本到尴尬的面孔了，还为了松子这个一点点，谢谢姐姐。真正心里想松子一口气，现在看见姐姐对世君热情起来嘛，自家面孔那下还多应周行着，抓住一把鱼皮花生，世君，鱼皮花生，侬也欢喜吃的呀，快点吃。好。露露一看嘛，哎呀，到底为是三姑娘了呀？面孔上向马上为他多云周行。哎呀，定眼睛，我也笼笼清爽盛世君的家庭背景，是啦，能真正玩。真真，姐姐，要想到楼浪向去寻两本书带回去看看，侬陪我一道去好吧？好呀，姊妹俩高头上前来。本来该打是露露的房间，现在呀是真正的娘困了该打。姐姐，侬要啥个事？我去帮侬寻啥个事啦？我有闲话要问侬，过来。两高头上一浪向手定。姐姐，侬要问我啥？我问侬，侬跟盛世君哪能认得啊？伊今年几岁？啥地方人？做啥个事体的？屋里向是做啥个事体？姐姐。侬问我介许多，我哪能回答啦？真正，反正姐姐跟侬讲，婚姻大事来不得半点马虎，姐姐不能让侬走我的路啊！真正蛮敏感啊，反正哪个路啊？乡里告诉人不是蛮好嘛？室内有帮夫人，中午那个生意步步干，红前那么大房子毛孩子，你40亿做太太，为啥个不开心啊？哎呀，阿伟总在店里发哈个。姐姐，姐夫对侬哪能啊？哪能？一个哪能？今朝不讲他姐夫，讲盛世君。我问侬，侬真的欢喜盛世君啊？懂阿姐个意思，你是关心我，抓破我吃亏。姐姐，南京姐夫晓得世君这个人，你等他讲下来。连家里都会呀，你还会得欢喜你的呀，姐姐。
这个？嘿，那么伊是啥地方人呢？家乡美人南京山，离家就有苦有露露是反反分享的，真正为他讲出搿番闲话。但是听得出，世君真是一个不错的青年，而且人来是非常温柔。虽然现在小儿子两高头不和睦，但是终归是一家门呀，一辈消不出两个孙子。心里想与此搿个地啦，谁放心着？对里毛毛牙齿干扎扎，谁是咋把我不同意哇？小姑娘，为了个男人，对姐姐抬眼落睛，也不可难为人。姐姐，两位姑娘吃饭早。阿婆来啦！真真啊，反正姐姐跟侬讲，世君人老实，但是侬脑子要清爽。搿药不能得罪个，搿回去经过生意不是蛮好嘛？不要做讲事体。有句闲话讲得好啊，叫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钞票，啥个事体侪做不成功啊。东阿姐也个意思个呀。但是姐
家世君现在两个被做生意啊，杀他那个头才不肯给。姐姐，侬真叫不晓得呀？我晓得，沈世君，伊叫不到王户心不死，导致王户来不及。侬要脑子清爽，不要碰不头不转弯，晓得吧？这家有我记了啊，走，我去吃饭。两高头，一到了下楼的，石家给他客堂间，对台子往下一看，一台子个小菜碗。哎呦妈，侬烧了介许多小菜呀！哎呦，口口啊，味道好嘞！小姑娘，不要嘴巴地来洗，面孔是要洗洗，再等我吃下去。晓得嘞，晓得嘞。露露嘴上向奶妈，实在是不胃口呀。亏的了，真正一点点3个分钱。阿母在看下了海，从小拿来领导几乎清爽了海，口里亏的了像白纸一般。哎呀！到底是小菜不配胃口，还是那生气法，还是红菜淡奶法？露露啊，阿婆，你到回州来多吃点啊！啊，你这个困得了像白纸一般嘛？到底是小菜不配胃口，还是生气法，还是红菜？哈！露露一听语声嘛，阿婆肯定也问我，说红菜对我的哈。哪个？我自家添个男人，是哈是话，只能我自家说呀。咋不讲出来？屋里向人又为我担心，所以露露眼睛抢出来嘛。阿婆，侬也太偏心了，顶老子叫我吃，我有真正和世君嘞。世君，来，世君啊，这家脾气不大好，侬不要摆在心上啊。只要侬对真正好，家家就开心。来。多吃点呀！听你这样讲，哦哟，看上去家家节日我吃，可是我到真正两高的个人路浪向就没障碍子。谢谢姐姐，我一定会对真真好的。你放心。姐姐，您也多吃点。好了，位置吃不落呀，这还硬撑。哎呦妈，侬搿只鸡鱼汤是烧得来稀稀白，像牛奶汤喏。哎呦，口口也欢喜，快点拿过来，让我多吃点呀！露露啊，是呀，搿只鸡鱼汤就5到5码说得出呀，3把3个豆腐汤这个。是了，来，啥点多吃点啊，自家三奴，但是屋里向了，用不着讲啥规矩啊，多吃点，多吃点。啊，露露也哭出来了，想我蹲了该打。与阿婆妈冲我可以忍心不讲道理。今朝搿只小菜，谁是为此我的为啥的？那该生我、养我个屋里，我才想真正中意。辣辣所谓自家的屋里，我3个辣辣地狱里向做巨人。
我说不吃委屈生又有趣，对付的真的太惊人，是我此生不可把黑生。我说不吃做红菜，橘子乃是牛，他是查封印的不为门，为来命的追寻寻，为一就做想想在马身。我在家中睡下归，风迎风，没光明来去，怎能相负从我母亲养痛苦后人家，心里上呀家人的心，我怎能牵着一下烟回来回去，为此我分的也是的，总在侬我当做里头做家的才人，但是我后上不想养的些侬巩固自家的地位，夫人当真缺氧，毫无作用。怪来怪去么怪我自家不好，搞不总裁之前当过几道腿，医生讲我今生今世这样不可能与仙奴了。假使我到总裁一讲，你肯定要拿我赶出来，我一头皮个口试，我到啥人去讲？啥人也不能讲。今朝为此让阿婆妈开心了，搂了我一下子敬他，都大心里。妈，侬个敬他，我想了交关天了呀。阿婆说出来的味道就是不对，今朝让我吃吃茶。好好好，导致自家屋里向就不要讲啥规矩啊，多吃点，多吃点。啊，露露想吃中药是个，我又是金汤，咕咕咕咕咕咕，全部吃到地里。妈，真好吃，真好吃，真正把细菌也写出来这样。来看呢，阿家是个仙奴呀。姐姐，侬每一点吃好了呀，阿拉又不帮侬抢了。来着讲，要是金汤吃到肚皮里向，这个飞江大海也痛着，痛得阳痿还挨一挨，里头是实在那挨不死的。露露这个是浑身冰硬，外高头那像鹅啊也支出来着，实在挨不死着。立起身来，奔到外头们，拿一头皮金汤，哗，全部呕出来。真正眼睛奔过来，姐姐，侬哪能啦？要紧啦，叫侬吃美一点的呀，是不是不能喂了？姐姐，侬是不是要做妈妈啦？那么唱好，真正的句话，三个一不打，痛打至露露胸口里做妈妈。
做妈妈，我今生竟是不可能再做妈妈了。小姑娘，不晓得还讲点啥？我要回去了。奔到里向，自家琵琶一拿，里向铜钿拿出来，望着台子上向一放，但外头盛放三气出门，望着红旗别是而去。大家在面面相觑，那十三的刘德光和发脾气一跑的，但是再一想，你这个人啦，虽是喜怒无常。丁丁要紧，那今朝已经打真正相过亲，不过关子。那么说起来，留来你多个爱情路浪，总大概会得一帆风顺。嘿，那么到底那哈呢？要倾听我打。